成功嘅第12條法則就係錯係冇問題，但係重複再錯咧就有問題。好多人咧佢會自己問：哇，錯都冇問題，點解啊？仲記唔記得你細個嘅時候啊？好多時候咧都係因為你不斷咁樣去錯誤，所以你先可以成長。源於咧就係因為你喺錯誤裏邊喺不斷咁樣去自我檢討。但係如果有一啲自己唔願意檢討嘅話嘅，你個錯咧就會重複㗎啦。當你重複再錯嘅時候，即係換句話說，你要再一次話俾自己聽：咦，我冇檢討呢件事情喎。咁當呢件事再重複做一次嘅時候，你就必然會再錯㗎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真係同自己認認真真咁去檢討或者溝通好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同自己講：喂，錯一次唔緊要，因為錯一次裏面我可以學習到更加多嘅嘢。但係如果重複再錯嘅話，喂，你應該鬧下自己，點解你仲要錯㗎咯喎？